在部落的聚会所里面，我们一定用这样的形式来呼唤我们的祖先。目的是希望我们的祖领能够在我们这次的演出，能够跟我们共襄盛举。这就是我们古老的部落。来吧。也就是把我们祖先的大名都一一的唱出来。妈妈接干了这个。妈妈把哈努吉达。妈妈，古老的部落海拔呼唤祖先。我们部落在任何的祭典当中。都会用这个呼唤祖先，呼唤我们的祖先。头目都会带着全村部落的人做任何的活动在上唱的时间，我们喜欢缓缓进场的是这个家庭，他们即将要新建房屋的时候，他们积极在讨论要如何的准备新建房屋的整个过程。这家庭的家长邀请里面的领导
希望透过营长来报告，希望都在。喂，报告，你怎么告？哦。经过家长委托营长，过去没有乐器的时代，营长这个家庭即将来新建房屋，希望每一个家庭派遣一位人士。当营长宣布之后，第二天，所有邻居的每一户男士们都聚集在一起，到山上因为黄藤非常的长，它的枝叶是有非常尖锐的刺。在班文规定一定要两人一组。男士们在山上。他们在山上为了结合，互相的鼓励。每一户都要派遣来协助这个家庭新建房屋。除了采黄藤是新建房屋必备的材料之外，另外，有些男士们也到山上采建筑，因为建筑也是新建房屋必备的材料。野外的茅草也是经过女士们一根一根的弹起来捆成。然后由男士们到野外把茅草一样的捆起来，带到这个即将新建房屋的家族。采黄藤、弹建筑、割茅草，都是新建房屋的必备材料。
成以后，他们代班者就决定一个定点，来准备下山。决定地点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两人一组的都集中在一个地点，然后缓缓的下山，一前一后，大家一字排开，成一条线。这就是我们开发廊生活工业里面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黄藤新建房屋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因为过去没有铁器的去产，只有黄藤带回家之后，一根一根的削成片，作为固定支柱支梁的用具。相信在座的各位亲人朋友们，尤其是我们开发廊部落的阿美族，回顾一下过去五六零年代的生活，就是这样子采黄藤下山。带队者在下山的途中，他们一定要休息。可是，在休息的当中，他们为了鼓励自己提起精神，在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生活工业就是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告一段落，讲起来这样子。在座的部落的村民一定感动。男士们一前一后，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能够在路上互相照应。他们终于到了这个家庭，前面小刀，马上这个带路吧。
어? 집어라 이놈이다. 어이래. 아야! 지어와야 이놈이 있다. 代班者， 아, 실망을 쓰고 사무장 수학고 不 있으고. 然 아야! 还有一位没有跟上的，这两位比较将手，把他们给们，一不抓，没有跟着队伍对对，一不因为在开发人的生活公约里面，如果人少一位，必须即刻到山上去迎接这一位。原来这位先生，这位男士，他身体有所不适，所以两位男士替代扛着他的房产，一位是负责他房子的家产。你说我干嘛？团结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定要整队去整队回来，好让好交代这个家庭。 어디 있었어? 뭐야? 세, 왔어 이 바닥으로. 저번에 날로. Saya, 아, 수고사야. 거기 있더라. 예, 아마 불렀을 때 거기에 아무라산 홀에 나오. 할래 돌아가. 지금 지도가 代班者说， 바로 가다보. 终于我们接回来这一位身体不适的男士，希望一前一后的顺利的到达家庭。 古老的部落才到来，哎，皇城就是这样，人体性的工作整度的回来。我们开把名气称呼这个叫做卡洛斯。 不要吝啬您的掌声。在皇城的过程，新建协救这个家庭来新建房屋，在新建房屋时，营内的每一户派位男士来协助，全体的男士。 纷纷的合作做基柱，基柱立起来了以后，编好的建筑作为房屋的前后左右的墙。从这个家庭到所有的每一位男士，分工合作的来新建这一座房屋。 当房屋的前后左右的建筑作为墙之后，上梁覆盖屋顶的茅草，这就是早期开发廊新建房屋的过程，它的构造。
padahong untuk kita saya ko ere当房屋的前后的屋顶盖好以后，家的门、屋顶的尖端也一定要覆盖到茅草。男士们，有的是覆盖茅草，以它在衡量它的高度做平衡。当房屋新建之后，厨房也一样的从基柱前后左右编好的建筑作为墙。这样就形成了太巴朗古老的部落旧房屋。当这座茅屋完成之后，这个家庭的父母亲、子女，相信内心非常的高兴，他们即将要入屋。Saat ini satu mapahal untuk kita rumah, kami semua untuk kita ke rumah kita. Apabila toto sila, tuan aku, dapat sanai kunini. 古老的部落太巴郎，当新建完成做茅屋的时候，家族邀请男士们在他们的房屋面前的广场，积极的就地坐下，因为家族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他们会得到一个一人一份的研发，还有接受这家族的敬酒，表示对他们的感谢。因为过去的生活经济不怎么好，所以只有用研发每人一份作为他们的酬劳，然后家属的小姐用他们自己酿造的酒一一的敬酒，表示感谢之意。这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新建房屋的过程，以及为了感谢左右邻居这样的协助、这样的方式来做最高的敬意。Kita orang Jarawai, masa beraturan nama mata asai, Arab ni Pakuan, Sarumate, Ketua Narat Atan, Akirat, Sakit, Satupa, dan Goglosan, Rakyat Munyam, Anu Parut, Nyarai kami, Sumatina Oder, dan Ayawai, sama bana ko kapak ni, sang ketapan Goglosan Munyam, Goglosan. Wahid, saya Rulai, saya Pasir, saya Urti Matahkia, saya apa
kabaso kababa hingga ujara. 我们这样的演出，从柴房城到新建房屋结束之后，也好让年轻的一辈也知道在5、60年代的生活是这样的幸福。男士们一一的感谢，用歌声谢谢你的家庭，他们所得到的一份研发不够的话，再到林正式教练的家。不得了，他也有在表演啊。他有表演，他们也有。在开发廊生活公寓里面，当新建房屋完工之后，林长、村长、头目也好，都会报告全体的妇女、全体男士，要到这一间新盖出来的房屋，做一个合唱的方式，为了祝福这个家的新建完成的房屋，所以他们缓缓地进到房屋的广场来做一起合唱的祝福之歌。这首歌是寻根。也就是在我们培训这几个月当中所练出来的歌，因为今天是我们的港口，有我们的歌曲当中，别忘了我们的祖先。让我们一起来歌唱。寻根这首歌，让我们回忆感恩主给我们一个大的荣耀。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先。大家提倡的祝福，当新建完成的这个家庭的成员非常
到杜尼部落的男士，用歌来祝福这个新建完成的马屋。所有邻居当接收到妇女们、男士们的祝福之歌之外，之后家族也邀请巫师来祈福这个刚完成的茅屋。所以在当时，巫师我们所知道的，除了可以治病之外，他们也受到地方部落的邀请，做一个祈福降福的仪式。所以我们引用老人家传给我们的巫师之歌，巫师带着成言。巫师在巫师在做祈福仪式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家的屋内、屋外一一的喷洒，象征着祝福、降福。在广场手拿到芦苇，因为芦苇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在芦苇有驱魔的效用，所以巫师带着他的成员，在这个家的前后合入，用歌声、用生长衣服来做祈福。大部分10位数以上，所以请看，在这个家庭里面，兄弟姊妹都在一起，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10位数以上，所以他们的热闹也代表着他们的喜悦。因此，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巫师是占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也是来看那个跳舞，也是来看跳舞。可以教你那个也是有教。当巫师以及他的成员祈福这个家之后，他们同样的用歌、用舞步，把快乐带到这个刚刚新建完成的地方。就这样，巫师的权利这样子。
辛苦他们的家，相信他们的内心非常的高兴，相信这一年今后的生活工作一定非常的顺利。部落的长老头目就派着长者的妇女来做配合的祝福，来欢庆新屋。他们代表着部落，代表着长老，来欢庆这一间新屋。所以过去没有乐器的时代，我们太巴朗部落都是以清唱的方式，多种的歌，也有多种的舞步，来表示祝贺，也同时来分享这个家的喜悦。大大小小都感受到部落给予他们的欢乐，所以无奈的小朋友也好，无爱的成人也好，看得到他们脸上带着喜悦，这就是在我们50年代的生活情况。Mana kita gunakan nama para pesaluma kopi pakuan rai rasa cabe dari taha dengan bahan kulit sama pulung anu radio to anu kero to banyak itu dipaham kepala batin naparotan supaya ini nama asal sana.代表着用各种的方式，用各种的形式来祝福这个家庭。交叉式的舞步，也让你面对的朋友把快乐带给对方。Radio, terus apa ini kita oleh seperti ini.
就是我们在这个数码公园里面。前后的踏步是非常不容易的。最后这个阶段的歌就向大家问好。当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会互相的问好。别忘了在家的父母，你们的工作能够顺利平安。这个就是古老的部落，塞巴拉、毛拉瓦尼亚罗、阿巴罗，他的生活，准备新建房屋的具备条件、材料，这样的过程，相信在座的各位长官与贵宾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为过去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我们即将有一个丰衍传承的节目，也就是除了我们在家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位长者在此说，他念念有词的说，不要如何歌、舞蹈，把各种纪念。所以这两位小朋友，他们也接收到这一首歌，他们唱出太巴朗部落的地名，这就是传承的目的。首先用歌来传这首歌。其实这位老人家还有黄黄的在此，我一定要把歌曲舞蹈各种传授给大家。Kuwanu ta palong, turun nau numita.
这样的歌也让小朋友下一代学习到这一首歌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原著的语言里面，歌词语言虽然不太顺畅，可是他们已经表达了我们太巴朗部落的各地。小小的年纪，他们接受了这个太巴朗部落的地名之名。百年的歌谣，百年的舞蹈，我们一定要让下一代能够学习到的歌，学习到的舞，学习到的各种技艺。我们在这里可以展现出年轻人的活力及美。自己的歌来配合双手双脚的舞步的步伐，也让他们学习到清唱，来配合自己的舞步。古老的歌谣让小朋友下一代学习之外，在我们每年一度的丰年舞剧里面，也让年轻的一群也学到Nyara kita kenalan nama cak radio mata saya ayah sunan mata atau kero hanya dunia kami pa ini hanya dinai apa nukiran kalau sakabana radio kalau sakabana makro yodori sangkuni pi pasaku dunia tukahawa di patro.
一首歌结束之后，在切换做下一首歌的时候，这个智慧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从不一样的旋律要切换这一个另外的旋律的时候，真的是要相当的辛苦。大家看一看，这年轻的一群，他们也做到了，也学到了。学习到歌，能够学习到舞之外，长者也传授给他们，在过去打猎的时候，如何的去运用技巧。Ini boleh bisa kita kenalan. Ayah, sebenarnya mama pulang ke setahun sana lalu tahu apa? Bapak tua tu lewat di sini kita, kita tak mahu dia, masa kami bagi ini mati ni.传给年轻的青年们的记忆之外，妇女的长者也教导他们，在收割之后如何把谷子去分类，这也是妇女们必须要学习的。Mabana kita binalan, Bisyo kami tatapos. Pagkabagaan mo sinabahin na ikaw ina atau baik matira 除了这些之外，男士们，尤其是古老的部落台巴人，过去要到河床去抓鱼的时候都是用八卦网，所以现在长者在教导他们如何去撒网。
我们台北人生活工业里面的记忆的一种，因为男孩子必须一定要到河边河床去抓鱼，一定要学习到撒网的技术。现在年轻人一一的在接受长者在教导如何使用这个八卦网。长者细心的来教导。抓到的是乌龟鱼，这位年轻人抓到的是阿达巴。这样的技艺不是1天、2天就会学会的。这种的技术扬言就行。各种的记忆，长者一定在自己的家庭里面传授他自己的子女。传承的意义。部落的生活与事务，从最年长的中年人及青少年们，都需要共同参与及相互帮忙，并共同维护家园，是部落代代相传的意义，也是部落代代相传的义务，以及部落的责任。Abinawan sa paturot at pagkabanak to kapa tuloy sila Orep kumita sa kasawat kumita di paturot masada at tumaro sa kabanak Budaya sa paro Inyanay kinatatay at parang sa kanya Araw ng taon-taon lang di matini. Ano bisa ditaka ito? Masa ako nikal kaya-kayat. Hindi saan kumaewa, binanam. Papisabala sa ajaran ito nika. Naman ko rin haun. Mata sa itiyahan saan. Cintai, ilang. Cinta na yung cinta. 牵手，今年去走路。相信在座的部落的长者以及中年的男士女士们，这首歌追求舞步，我们
们一定相当的怀念。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学习到了手牵手新年轻的舞步。学习到轮唱、换唱，实在不容易，给他们掌声鼓励。他们要在各位观众的面前，作为感谢，也希望得到你们的掌声。一年一度的开发廊丰年舞季，就是在秋季收割之后，当头目宣布今年的丰年舞季的时候，部落里面的大大小小都集中在聚会所里面，或者是在广场。除了有头目的巴拉奥祭司、高赛巫师来为部落感恩祈福，用丰年舞歌来庆丰收。因为在我们部落的丰年舞歌里面，丰年舞祭是象征着这一年来的生活。透过我们的头目祭司来做整体的欢庆。在开巴郎的丰年舞歌里面，舞歌都成到26首歌，所以一首歌的变化，连续2首歌的变化，都有它的舞步。
在座的长官及贵宾，我们的演出用丰年舞歌来做我们最后阶段的，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台北人的丰年祭，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也邀请杨言、李秘书、王头目、孙前副主席，我们严刑局的局长林碧霞来跟我们共舞。让我们跳一下1分钟，也让杨言流汗。我们花莲家的张董事长，李秘书也到场了。我们的万科长，我们的村长代表，你们不想跳了啊？因为8月马上就要跳舞，我知道你们不想跳。欢迎万代表我们的王村长。各位来宾，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到那天去跳舞，看一看、听听看他们的舞步。我们的1年1度的丰年舞祭就是这样子，把1年以来的生活，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整个部落带到最高潮。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因为后面还有更高潮、更好看的节目，希望我们部落的村民请上。好，谢谢我们的王头目，我们的杨言、孙前副主席、秘书，请你们回座，谢谢大家的帮忙。好，太久了，请回座。对了，慢慢的了，孙就代表，请回座，王头目，如来的南无。好，请回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请秘书、科长、村长代表，请就座。希望在座的专队继续。这个阶段是让我们回顾一下，虽然这是跟我们的丰年舞祭前线即将开始，不过也让我们回味到一下我们台北部落的丰年舞祭。你看我们的王头目始终如一。我们用手牵手来向各位在座的嘉宾做一个感谢之意，希望得到你们的掌声。同时，这个时候，看着年轻的一辈，他们也跟着大人跟着最高地。专家学者让学习到歌舞，所以最后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所学习到的歌，我们自己编出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
体双手举起来，谢谢各位的观赏，也谢谢各位的莅临指导，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